大家好啊，我係 Water 哥哥。上一條片呢，我哋就講咗父母衝突對於小朋友嘅影響啦。咁今次一連兩條片呢，我哋就會講下當爸爸媽媽真係嗌交嘅時候，其實可以做啲乜嘢，以至到對小朋友嘅影響可以減到最低嘅。喺講之前呢，其實都有個重要嘅概念要強調一下嘅，就係咧爸爸媽媽點去嗌交，嗌完交之後點樣去處理，其實咧都作為一個示範，去讓到小朋友咧學習處理衝突嘅。長遠咧亦都會影響小朋友嘅人際關係啦，同埋情緒管理嘅。其實諗翻我哋自己細個嘅經歷，我哋都會明白，而家我哋一啲處理衝突嘅方式同埋習慣咧，都同細個爸爸媽媽嘅方式咧，有好多好相似嘅地方。所以咧，為着小朋友健康嘅心理發展啦，同埋人際關係，我哋咧作為父母都要咧去做一個好嘅榜樣，去讓小朋友學習咧點樣去正確處理一啲嘅衝突嘅。咁第一樣嘢可以做嘅咧，就係爸爸媽媽喺嗌交嘅時候咧，都盡量好好控制自己嘅情緒。當發現自己或者對方嘅情緒開始失控，可能係講一啲侮辱性嘅説話啦，亂咁掉嘢啦，甚至乎開始喐手喐腳，有推撞嘅行為嘅時候咧，咁你就知道唔可以繼續俾呢個情況繼續落去啦，要暫時咧離開呢個衝突嘅現場，去揾翻一個安全嘅地方咧，俾自己冷靜下，同時間都俾對方冷靜一下。可能係匿入睡房啊、書房啊，甚至乎係廁所啦。咁等到大家嘅情緒咧都開始平復翻落嚟嘅時候咧，先至兩個人坐低慢慢去傾翻頭先個嘅過程，同埋咧去做翻啲嘅檢討。例如可以話啊，對唔住啊，我頭先咧即係太過激動，講咗一啲好傷害你嘅説話，希望你原諒我啦。又或者咧，你可以去講一啲可以令大家之後做得更好嘅地方，例如話啊，如果你頭先或者之後咧，你唔再喺發脾氣嘅時候亂咁掉嘢咧，我個心就會舒服好多嘅。咁咧，如果我哋喺呢個檢討嘅過程當中係俾小朋友見得到嘅話咧，咁小朋友就可以學習到，日後當佢有類似呢啲咁樣嘅衝突嘅事件嘅時候，佢可以點去到處理。咁爸爸媽媽如果做到一個好好嘅示範咧，對於小朋友就會有莫大嘅幫助。咁喺某啲嘅情況咧，爸爸媽媽可能都係比較難去控制到自己嘅情緒嘅，往往咧就要等到嗌完交之後咧，先有心力同埋時間咧照顧翻小朋友嘅情況嘅。咁喺呢個嘅狀況之下咧，其實爸爸媽媽都有兩樣嘢可以做嘅。第一樣嘢咧係幫小朋友去講翻佢嘅感受出嚟，例如你可以問小朋友啊，頭先咧爸爸媽媽嗌交嘅時候，你覺得點啊？你有啲乜嘢嘅感受啊？對住一啲可能比較年幼嘅小朋友，爸爸媽媽甚至乎可以引導佢哋去講嘅，例如可能問啊，頭先爸爸媽媽嗌交嘅時候，你係咪覺得好驚啊？你係咪好嬲啊？真係對唔住啊，爸爸媽媽頭先太過激動啦，講咗一啲説話咧，可能令到你好驚或者令到你唔舒服嘅，希望你原諒爸爸媽媽啦咁樣。咁咧第二樣嘢可以做嘅咧，就係去透過身體語言啦，去表達翻對小朋友嘅關愛。例如你可以摸下佢嘅頭啦，攬下佢啦，又或者咧去錫翻佢，讓佢重新去感受翻咧爸爸媽媽嗰種嘅愛意。亦都有一啲嘅情況咧，就係爸爸媽媽嗰種嘅衝突咧，係可能係持續性嘅。每隔幾日就有㗎啦，甚至乎咧，爸爸媽媽係嗌交嗌到要分開啦、離婚。咁喺呢啲情況之下咧，要做嘅又或者要注意嘅嘢係更加多嘅。咁呢啲咧，我哋留待下一條片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啦。拜拜。賽馬會再思婚姻伴孩成長計劃嘅宗旨係支援掙扎緊係咪離婚嘅夫婦，希望可以俾夫婦重新檢視婚姻，減少怨恨，作審慎嘅離合抉擇，從而減低對夫婦同孩子嘅傷害。詳情可以瀏覽我哋嘅 Facebook、YouTube、Instagram 或者打27827560了解更多啊！鍾意我哋呢條片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